观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正，欢迎收看今日新历7月23公视台记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候选人李美珍早起宣布讲，因为伊所引起的学术伦理的问题，决定要放弃硕士班的学位。健保费可能会调整，过来一个人一档掠起来会加100块。另外，慢性病摕药的部分负担嘛会开始收。美国川普总统下令中国住在 Houston 这个城市的总领事馆72点钟内就要关起来。观众朋友，咱先来关心早起行政院院会通过第3遍追加替民间的产业消透困难的纾困预算案，总经费2100亿，内容有补贴制造业、贸易服务业这些头路的营运，嘛新增加对远洋渔业这门的补助。还是有些制造业。贸易服务业、会展业以及国外旅客为主的观光运输业等，持续受到国际局势冲击。为了继续去协助这些产业，院再次提出第2次的追加预算，编列2100亿元，包括防治经费383亿元，纾困振兴经费1717亿元，用来作为员工薪资以及营运资金的补贴、疫苗研发、采购等等。行政院这边表示讲，第3遍追加的纾困预算用在咧纾困和振兴的项目有1797亿，这中间就是经济部分配的经费上介济，内底一部分是咧补顶回第2遍追加纾困预算的不足，搁有就是用点振兴3倍券出品发行的项目，嘛继续补贴制造业、贸易服务业等等。另外，农委会这摆嘛新增加对远洋渔业的补贴，刷落去这条预算案就会送过去交立法院审议了。今日咧开始收到振兴3倍券纸票的点头，会当去银行甲金融机关换现金，是讲早起提券来到台湾银行总部要换的点头家，那像也无几个。财政部的黄清华处长是咧暗算讲，过来这2日来要办理的，确实就会真加野了。台湾银行总行早起开始的换3倍券的专门柜台来备战，就惊讲要换业者收济，必须要维持秩序。不过早起到10点40分来换业者，敢若少几个人。台银表示，登记往来客户，台银嘛会派人去店里来收3倍券，避免排队点到浪费伤济时间。这机动嘛成功达到分流的效果。长期往来的客户，我们也进行这个对外的这个收取营业部呢到现在为止也已经收回500多万的这一个券，因此呢这一些也都有效的疏解了这一个可能带来的排队的人潮。3倍券自从7月15开始消费，到业者会当换钱的2差之间已经超过1礼拜时间。财政部处长黄清华预计，这几天就是来换的高峰期。不过伊早起顺势真侪间银行看起来，地数拢算正常，嘛无出现卡关也是意外。另外，财政部嘛动员各科署甲国税局的人员去辖区视察，希望了解全国各地的状况。那有隔了1个礼拜的时间，所以我们预计这几天应该是兑换的这个高峰期。早上目前看起来是还不是很多，可能是有些业者早上还在营业或者是还没有开始营业。那下午的状况我们在实地在了解。杜2差开始。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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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区这回是无包含点这张券应用的范围内底。客庄旅游馆开放民众登记的第2天，平台还是卡关，甲登录点落了后，过15秒钟才有动静，结果出现的却是显示错误。客委会推出价值800块的限量客庄券，连续2天拢伫咧透早就故障。客庄券的赖口座，伫咧早起8点26分公告讲，请大家暂时莫登记，按算9点进前就会恢复。结果到8点55分，按算是无法度解决人数超磅的问题，佮发出公告，请民众等系统测试了后，再过来登记。我女儿是我在旁边观赏。你女儿就是试不进去怎么办？怎么办啊？就不要啊！觉得说就是客委会怎么没有做好准备？
你觉得他们从来有做好准备过吗？那可能就要检讨一下了，只一次成功，其他没成功，我就晚一点再弄就好了。因若对客委会表达不满的，还有彰化县，为着要甲客家的军员甲基地找倒转来，彰化县埔心乡公所最近这几年才甲客委会争取经费，修复当地的老厝南昌堂，要做推广河洛客文化的场所。因若这波客庄馆下用的点头，彰化县是拢无半径，埔心乡长甲彰化县府拢画无公平。因为我们埔心乡营造这么多客家的景点，我们很热切的希望我们客委会能够振兴我们这些比较偏乡也不算偏乡，算是比较资源贫乏的乡镇，能够挹注更多的一个补助经费。河洛客是去予河洛人同化的客人，就算客委会规定讲客庄馆下用的馆区，客人的人口都要超过1/3才会用的。不过彰化人要是认为进行活动，因要是无互重视。因若客庄馆赖故障的部分，客委会伫咧中昼进前回应讲，原本按算伫咧2日结束登记，决定会延长2天，到28，也就是后礼拜日暗时12点为止，来弥补民众的困扰。记者综合报道。大家拢知影讲，咱的健保财务有较安导。这站健保署按算要小可调整淡薄仔每月日民众爱纳的费用，一个人平均一档按起来会加纳100块。另外慢性病提药的部分负担嘛会开始收，佫有病情检查的费用，一年来个人所纳的上济者，会掠伫咧3500块一坎。健保财务空棚继续伫扩大，去年了买337亿，今年第一季嘛已经了75亿。即马团储卫福部已经向行政院来报告上新的健保费率方案，预计要甲费率对即马的4.69%调整到5.1%至5.2%。未来调整了后，每一个人每一年才会增加100块。健保财务本来就是我们每年都要做滚动性的一个检讨。我们基本上做财务试算，基本上是会有多方案。那基本上如果是费率的调整，不会只有调一般的保费，那个补充保费是依法是要并同，假设一定的条幅一起调整。其实国内健保费率伫咧1805年度4.91%调降到4.69%了后，已经有4年无调整过。伫咧健保收入逐年努力减少的状况之下，估计每年的健保安全准备金就会降到5半月以下，所以就需要以健保法的规定来重新调整费率。另外，对健保署的统计嘛会当发现，去年健保经验的检查费用申报要加955亿，占总支出的12.5%，药费是有2083亿，占27.2%。拢创下历史新高，所以嘛规划要加收慢性处方签的部分负担，会对免收钱增加到100块至200块，而且基定检查费用的年度进步，初步估计每一个人每一年上侪家己付3500块。你在门诊你有做这个像是 CT 电脑断层或磁共振 MRI 或 PET 正子造影的检查，这3项检查其中一项就会到达这个300块的上限。可能要有这样检查这样的项目，或要用什么样的药物的时候，民众其实往往是很难判断说这个东西对自身其实是必要或非必要的。所以我们在医改会的一个立场会比较希望说，其实是强化医病沟通以及民众知情权这一部分。医改会认为讲，政府伫咧计划起健保费甲民众部分负担的时阵，嘛要提升把关能力，半点间是有非必要检查，譬如讲病人转诊去另外一间病院，敢是加做一届同款的检查，才会当有效避免医疗浪费。记者综合报道。我来讲，过去学生毕业出社会迄1-2月日，失业率拢会压较悬，这也无怪。不过6月的失业率却比顶月日较落淡薄啊。台中这边的就业辅导中心第一线服务人员嘛讲，这阵要请青年人企业确实袂少。不过嘛有民众伫咧感慨讲，中年起嚟的劳工头路也是无好用。台北市就业辅导中心求职者咧写履历，嘛咧询问相关的工作机会甲福利。但是这位聂先生为今年3月到即马，一直找无适合的工作，工作机会嘛，伊称呼管理较侪。大概找了好几份工作啊，其实事实上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好。那有些企业老板你就是听到47岁，他就那个很。就业环境无一定对每一个年龄层拢真友善，但是为主计总处公布的数字来看，6月失业率是3.96%，比较顶个月下降了0.11个百分点。甲过去6月毕业季节无共款，总是会造成失业率的推升，但是今年是无新反倒是降落来。台中市第一线的就业辅导人员就观察，因为是因应着疫情提早来补赎，进行校园的青年职业规划，产业回稳，对少年人的需求度来增加。
根据主计处所提供的资料呢，比较显著的话是25岁以上的失业青年呢，在去年的失业率是7.28%，在今年109年度的时候呢，下降为0.9%。那依照现在的社会的趋势，还有产业结构性的改变，提早规划出让在校生、应届毕业生能够就业。主计总处国税普查处嘛指出，在疫情之下，大家预估景气会愈来愈歹，嘛还降低着求职者的心态，变得较保守，转换工作的意愿降低，或者是对新工作的接受度较悬，尽量避免互家己失业。但是整体失业率是3.96%，比去年同月上升了0.23%，是这7年来同月上悬的。记者综合报道。来关心政治的消息，高雄市长补选国民党提名的李美珍市议员，迄本中山大学研究所的学术论文，互人掠着讲，将近规本拢抄人的。早起以后出面表示要放弃学位，总是一寡中山大学的学生嘛开始联署，要求校方着紧查明真相。学校这边嘛表明讲，已经组织审定委员会，严重则毋但学术学位爱撤销，连李议员的指导教授都要办参落。中山人站出来！艺人抄袭，全校受害。大社会抗议的口号，中山大学社会系4年的学生黄碧祥不满李美珍论文涉嫌是抄别人的，和学校的名誉受到影响，发起联署要撤销李美珍的学位，呼吁其他的学生跟校友做伙站出来表态。李美珍的论文抄袭，导致全中山大学起用考试。我们就要用联署来让大家知道说，中山大学绝对无法接受这种。不只是抄袭论文，还能获得学位。他们的努力跟心血，一瞬间就变成空白的。那大家都会觉得说，质疑说，那你是不是抄袭？那中山在南部的信誉整个都消失了。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的候选人李美珍，这个抄袭论文的风波，去互指控学术论文有96%，36个所在涉嫌抄其他2个人相关的论文。中山大学的学生展开联署，23中头进前已经超过500个人，毋但学生，连一寡教职员嘛有参与，甚至毕业的校友嘛要求学校这边爱赶紧审查伊的论文。关于当初审查机制是否符合审查原则以及学术的伦理，这个在调查之后一定要对我们中山校友做一个交代。同款是中山大学的校友，时代力量高雄市议员林宇凯讲，爱严格检讨论文审查的机制，这是对台湾高等教育系统品质的打击，也来面对各界的反应。中山大学第3届做出回应讲，已经成立审定委员会，送予外口的学者审查，会赶紧来处理。而且表示，若是真正有抄别人的论文，上当会撤销李美珍的学位。另外，伊的指导教授若是有失职，嘛会移送到评会来检讨。记者综合报道。李美珍本人早起伫咧竞选总部表明讲，因为伊所引起的学术伦理问题，决定要放弃中山大学学术班的学位。嘛会甲高雄市选举委员会申请讲，选举公报顶头唔通搁再记载这条，望证人拢总翻头来比较政见市长候选人所有政见的内容为主。为了避免此一话题继续的延烧，造成社会的困扰，我郑重宣布。放弃我中山大学在职硕士班的学位，也向高雄市选举委员会申请选举公报学历栏删除这项注记，盼望大家回归到市长的补选政见的主轴。早起，蔡英文总统出席全世界头一场亚洲生物科技大会，伊表示讲，相信生物科技的医疗产业未来会替台湾创造出上跳的价值。另外讲到李美珍学术论文抄人的这条带，蔡总统嘛讲，本来候选人都要说明好清楚，嘛相信国家有制度会当查出论文的真假。全球头一场亚洲生技大会伫台北上大场场，这场今年上大的实体生技会展，也结合线顶形式举办。总统蔡英文表示，台湾的防疫成就受到世界注意，看好台湾的生医产业会是后一个条源产业。去年生医产业营业额成长了8.7%，成长幅度是近年来的新高。投资总额也超过了551亿，我们相信生医产业就是台湾下一个兆元产业。
近来国民党高雄市长补选参选人李美珍涉嫌论文抄袭，不过李美珍却将目标指向蔡英文的论文，表示若讲蔡总统的回应，伊也会以同款的标准回应。蔡总统对此表示，候选人应该对外讲好清楚。现在我们讲的在高雄发生的这个个案啊，那除了候选人要好好说明之外，我相信这个国家还有一定的体制啊，可以来验证这个论文的真伪。蔡总统也再度强调，家己的论文甲合规拢说明过，无问题。另外，对于总统府秘书长苏家全甲国民党近来外交电文风波，蔡总统表示，指控要有证据。总统府的苏秘书长哦，已经几次对外说明了哦，要提出指控哦，必须要有证据嘛哈。那也不要用片面的资讯哦，把它串联起来，编织一个臆测性的故事哦。今次会要求撤查规个事件，蔡总统无加做回应，只强调有关电文外交部已经做过说明，相关当事人也拢出面澄清，指控甲报道拢要有查证的责任。记者综合报道。教育部昨仔宣布讲，外国学生入境的限制有要搁放零，现今年倒来毕业的学生，无论倒一国，拢会当申请返来台湾完成学业。查起来有3500几人资格有效，这中间敢若中国学生就顶86%。另外嘛，有的大学咧提醒讲，政府就要加紧申请审查的速度，接着一寡还搁在学的外国学生，拢积伫咧8、9月要返来复开学。应届毕业中国学生等待179天，总算会当来台湾。陆生返台推动小组干部伫咧社群公布，嘛强调总算看到希望。感谢指挥中心甲教育部听到因的声音。第一反应还是很激动的啦，就是说这几个月的努力终于有了。开了一点点缝，有了一点点希望，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在救生里面还是排在最后的，就是救生这方面还是要再去推动。因为已经开放19个以外，应届毕业境外学生有3533人，中国学生3041人，就有86%。对这届放宽，大家是真乐观，尤其是还未考试或者是实验的中国学生，就会当赶紧来完成学业。理工科的基本上都有实验的要求，很多的论文都是架构在你实验的结果，然后才来撰写，所以没有完成的人应该很多。中国学生来台有头一步，台副校长周家培讲，确实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因为19个国家的在校学生甲新的学生嘛会当入来，马来西亚新的学生全国就有要2000人，要安怎分散这寡人流是一个问题。有的人还要重新办了已经过期的签证，而且我们还要报名单先给教育部。那学生有了班机的时间以后，他们也需要再报回这个时间表，我们再报给教育部。所以中间过程当中有好多次往往复复的这些必须经过的行政步骤。台指出，境外学生为申请到确定核准，上少爱1个月。除了请因会当来，就赶紧来。嘛，呼吁政府缩短作业时间，方便检疫空间的安排。记者徐新志明台北报道。早起热情的副总统是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专入台。对日本政府几两摆公开讹落咱抵抗传染症的表现来说多谢。日本昨仔宣布讲会含12国落去打合开放管制入境的办法，咱台湾这回都包含在内了。副总统赖清德接见日本台湾交流协会代表全裕泰，双方讲了真欢喜。对武汉肺炎疫情，日本政府真侪届公开肯定台湾防疫表现，赖清德更加是表达感谢。不管是日本的首相、副首相或者是内阁官房长官都公开肯定台湾的防疫表现，然后也公开表达台湾应该要参加世界卫生组织大会，这对台湾的民众来讲，都是很大的鼓励。嘛，因为台湾疫情稳定，日本22暗时宣布要甲12个国家对边境管制措施来放松展开协商，其中包括台湾。外交部指出会赶紧甲日本讨论。
所以外交部我们对此表达诚挚的欢迎。我想日方呢跟我们展开协商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宣布，也是彰显了日方肯定于台湾的一个防疫的一个成就。那我们相信呢，双方相互开放这样子的一个松管的一个管制的这个措施，可以有助于台湾跟日本的一个经贸关系能够进一步的深化。台湾甲日本的友谊稳定，但美中关系却愈来愈紧张。美国讲为着要保护美国的智慧财产权，要求中国把休斯顿的总领事馆关起。美国总统川普阁讲，未来真有可能会下令关更加侪中国驻美领事馆。美中关系愈来愈歹，敢是影响台海和平。外交部表示会密切观察情势发展。我们有说这个我们会密切注意这件事情相关的这个发展哦。那有必要的话，我们会做相对的这个因应哦。那当然，我们相信美国它有它自身的一个判断哦，它有它的一个掌握的相关的资讯跟他们的一个专业的判断。那这一部分呢，我方其实我们表示尊重，我们没有其他的这个评论哦。对立法院表决通过护照换名案，一来提升护照伫国际的辨识度。外交部表示会依照立法院的决议，听各界意见进行相关的研究。记者郭赞台北由 SNG 小组台北报道。是啦，美国的川普总统已经下令中国驻在 Houston 这个城市的总领事馆72点钟内就要即时关起来。消息宣布，迄暗领事馆内面的中国官员也开始放火烧掉一寡事类。但北京这边嘛暗示讲，可能因也要求美国关一寡驻在中国的外交机关。川普总统这边嘛继续打硬，讲有可能会继续关愈侪中国的领事馆。美国前一天才下令72点钟内关掉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总统川普日伫白宫记者会上佫指出，未来可能关掉更加侪中国驻美机构。As far as closing additional embassies, it's always possible. You see what's going on. We thought there was a fire in the one that we did close, and everybody said there's a fire, and I guess they were burning documents or burning papers, and I wonder what that's all about. 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21尾暗嘛传出火警，疑似有人伫户外烧大量的物件，附近民众发现浓烟报警，外口停满消防车辆。不过外交机构有伫外发权，总领事馆是属于中国的领土，消防人员唔知要哪入去。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欧塔加斯回应，关掉领事馆是为了保护美国智慧财产权甲民众的居住。共和党参议员卢比欧发推文表示，休斯顿总领事馆并不是外交机构，而是共产党伫美国真大的间谍网络甲扩大影响力的中心，早就应该关起来。正伫丹麦访问的美国国务卿庞贝奥，佮提出中国长期侵权。There's been this long challeng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steal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We actually talked about this. It's not just Americ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but stolen. It's been European intellectual property too, costing hundreds of thousands of jobs. We are setting out clear expectations for how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s going to behave. And when they don't, we're going to take actions that protect the American people, protect our security, our national security, and also protect our economy and jobs. 前一天2日，庞贝奥访问英国，者呼吁建立全球联盟对抗中国威胁，并且邀请英国加入阵线。庞贝奥也佮甲香港民主派人士卢冠聪会面。迄天，美国司法部也起诉2名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中国公民。北京当局日指出，美国单方面的政治giả术是错误的决定，佮卡指出会以同款的方式来反击。单就中美驻对方国家使领馆的数量和外交领事人员的数量而言，美方远远多于中方。英国媒体路透社引用消息来源表示，中国正考虑关掉美国伫武汉的总领事馆。中国媒体《环球时报》也真紧的伫推特发起民调，倒一个美国驻中国总领事馆上有可能被关起来。5万的网友投票中，香港、澳门总领事馆以65%的得票数占第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看美国的内政问题，川普总统嘛宣布讲会开始加派真济联邦政府的警察人员，去遐暴力犯罪枪在咧发生的都市维持法治，压制扰乱的情形。不过对手民主党所执政的地方首长是拢总开声反对，表示这款手段就是独裁专制，完全违背民主的精神。
美国总统川普日宣布会大量增加派遣联邦执法人员去暴力犯罪真济城市，来维持法律甲秩序，主要是上阵芝加哥甲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等等民主党执政的城市。Today I'm announcing a surge of federal law enforcement into American communities plagued by violent crime. We'll work every single day to restore public safety, protect our nation's children, and bring violent perpetrators to justice. 5月25日的查甫人弗洛伊德去互警方在阿马郡致死以来，全美国各地大大小小抗争不断，有的阁掀起做暴动。另外，各大城市像讲纽约、费城、洛杉矶等等，用枪的暴力犯罪嘛增加。美国司法部月初启动团结行动来打击暴力犯罪。日川普政府决定扩大规模实施，所以有民主党地方首长来反对，认为这是川普的实施独裁手段。This is a democracy, not a dictatorship. We cannot have secret police abducting people into and putting them in unmarked vehicles. I know that Oregonians are outraged. Americans should be appalled. If they're nameless agents riding around in vans, pulling people off the street, depriving them of their constitutional rights, that is not what a democracy looks like. And we are not going to have that in the city of Chicago. 所谓团结行动是以4岁囡仔团结塔利佛罗来号名。顶个月29，伊伫咧密苏里州堪萨斯市的厝内当中伫困，煞去互枪杀。团结行动的执法单位包括联邦调查局、FBI、美国法检局，还有国土安全部等等。记者综合报道。倒当来关心国内南北二路的大消息，来讲台南市铁路地下化的工程，丁收有着的范围内剩上尾一户还未拆，就是反对这项政策的自救会会长陈志晓教授因厝，本地早起6点就要动工落去拆，不过自昨暗到真侪人士去声援顾透明，尾手铁路局现场的人员宣布讲，为着要减轻冲突，今日拆除的工课先取消。几20个民众做伙伫咧青年路，伫反对台南铁路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晓引导，因为单价是台南铁路地下化上尾一档拆迁户。铁道局按算伫咧23透早6点，甲单价灶骹的壁拆掉，互因无法度使用。因为安尼来声援的团体客入去引导，想要阻挡施工。6点左右，几20个警察小连刷去引导4块位啊，甲声援团体的人驱离。我们不知道他会从哪边攻进来。但是呢，我们就坐在这个地方，看待他们怎么来拆这个房子。于本日就坐落台南市东区青年路225巷1号建物进行强制拆除。拆除的任务是由铁道局中工处来指挥，台南市的警察局嘛派400多个警察来支援。不过声援团体把铁门关起来，现场的气氛是真紧张。看到声援团体阻挡拆除的作业，陈志晓高龄90岁的妈妈是感觉真感谢，讲到9年来拍拼把家己的厝保存落来，是讲敢若后甜。不想放弃这个家，但是到现在看情势也是。原本铁道局想要派代表入去担架，甲陈志晓沟通，煞去互拒绝。双方对徛点外钟7点20分左右，宣布拆除的任务暂时取消。我们为了要减少这个冲突，以及衍生一些社会成本，本次拆除活动取消。如果政府有意愿要进行沟通，那么很简单。不要用警察来沟通，先撤除这个强拆令。所以我的诉求也很简单，就是原屋保留，技术上的问题，请他们自行去克服，这不是我责任。咱若要等到当时才拆除，铁道局会甲台南市府阁协调，赶紧阁找时间来处理。记者综合报道。搁来关心交通的意外，昨暗8点外，新德县西滨路的2段发生严重的车祸，3台连接车前后拢做伙，后壁迄2只的头前轨拢整甲变形，其中一个驾驶人不幸死亡，另外佫一个司机是紧急送病院抢救，目前已经脱险。意外的原因，警方也当伫咧调查当中。
消防人员用器材紧急在现场破坏车体，先将第二台车的驾驶救出来，紧急送病院抢救。不过第三台车是车头弄甲嘴鼓鼓，驾驶搁掉在车内底，当场已经无生命现象，送病院了宣告死亡。停在上头前第一台车的驾驶指出，迄个时阵在路口等红灯，后壁就汹汹叫人弄着啊。3台连续撞击在一起，我们马上出动那个1辆车前往支援抢救。现场有2名患者，1名OCA， 1名送东园医院。警方初步了解，总共有4台连结车做伙落南送货，车祸的原因怀疑是第三台车经过落街路段，无注意到车头前的状况，要打档啊挡袂住，再弄到头前的2台连结车。要从新北出发，南下高雄，然后且他们刚起班，并无疲劳驾驶且无酒驾之情形。当时第1台跟第2台接近的红绿灯，遭第3台因无注意前方而发生追撞。详细原因目前阁有待厘清，提醒民众开车上路要随时注意道路的状况，若无一时的疏忽，都有可能会造成悲剧。记者张君豪新竹报道。同款是交通方面的消息来讲，阿里山林业铁路德驾湾桥这站因为连续几落日的大雨，土马煞有落空。大雷雨即时讯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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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雷雨即时讯息。因为早时8点半到9点有人会搬厝的车要经过，所以维修人员嘛先针对坑边仔的头进行评估甲补强。烦恼火车若是速度上紧，可能会有危险，嘛要求刷落来2帮火车要放慢速度。那周围的土体，我们评估是还蛮稳定的。那加上因为它钢轨的支撑力蛮够的，所以我们评估早上的上行列车还是可以慢行的通过。为着要确定路基流失的深度，现场维修人员嘛，甲坑挖开看完了后，带进步入面增加路基的稳定。路面搁再铺上全新的碎石啊，经过9点钟的工程，顺利完成铁路修复的作业，并无对临时的火车车班带来影响。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同款是山南来的消息，今年5日这时，林务局花莲林区管理处伫咧离溪潭的山区，发觉有人准备要偷采贵重的树桩7里香，就开始到点仔机就去落，一件4名的山鸟鼠果然互人掠出在庄，顶日也已经落网了。林务局人员嘛提醒讲，偷采贵重的树桩，毋但要罚金30到300万不等，佫着要落狱吃罪。透过花莲林区管理处伫山区所装饰的监视器画面，会当看到以细林协团为首的山鸟饲4个人，正伫离溪潭山区盗采7里香，也毋过因完全毋知影家己所做的已经完全被掠记录落来。这样子的一个山路，一般人不会进出，所以同仁呢有这样子的敏感度，所以我们装了摄影机，我们很明确的发现了，确实有人犯进入山区，而且有窃取7里香的这样的影片。协团被掠时阵也无成真，等警方提出监视器画面了后，才无讲话，也交出6粒7里香，因为将价值，而且是黄下家上爱的树种，所以才会成为山鸟鼠偷摕目标。当它成果之后，就大量是贩售到国外去，尤其是大陆，它的价格呢，从几十万到70、80万都有。林管处强调，利用监控点样机办案已经是常态，尤其是定规林木附近拢会装设稳重的点样机。盗采定规林木依法会当处6个月以上5年以下有期徒刑，并且罚金30万至300万的罚款。记者综合报道。来讲，今年正月起，台北市开始点捷运公馆站和台湾大学遮试办公用的脚踏车 U-Bike 第2代叉车条。不过新北市这边的消保官所接到民众伫咧反映讲，因为骑去到无设第2代叉车条的所在，所以就要加开一条350的调度金。嘛有人叫是车已经害好势啊，煞去互人牵去4价拼，但业者佫甲伊要求9000几块的赔偿。
白色车身的U-Bike2.0今年1月开始，伫济云公馆站甲台大校园4区为地区试办。验过经济团处有民众徛到无法度开车的所在，只会当开350块的调度费。搁较有人就是已经开车，结果车辆被等伫水沟啊，被业者要求赔偿5000块。我觉得蛮合理啊，因为他当时就已经说好是在这周围先试营运。对，那其他地方不能还，他应该本身自己要先知道，就是可能会有比较明显的声音提示之类的提醒说你要应该还到2.0的车主，要不然9000实在是太贵了。目前全台只有台北市甲高雄市设有U-Bike2.0，因为只有伫公馆相款试办，所以其他地点无U-Bike2.0开车的所在。只有部分的2.0租借处有 A4 纸张大细的英文广告看板，所以消保官认为业者广告标示有加强的空间。也希望业者能够加强它的标示，它的告示能够更加强。是，要在车身上有这个说明，表示说这个服务区只有这段范围内。如果真的发生的话那个数字的方面，我想说大概再协商看看有没有就个案有协商的空间把它和解掉。目前的部分，因为议会还在审议我们的预算，所以我们要等议会审议通过之后，再进行后面的扩展计划。针对告示无清，北市交通局指出，而且厂商加强改善。消保官也表示，若讲业者甲消费者双方拢无法度取得共识，消保官才介入主导协商。记者综合报道。台湾的艺术水阁好，国情解说2句啊，互你做参考。解说，解文说字。讲脚踏车，说脚踏车，脚踏车有人讲铁马，有人讲动力车，各地方腔口无共。啊，咱知影讲英国交通较无遐利便。那50-60年前有一台铁马脚踏车通我骑，就真下摆啊啦吼，讲较土的。啊，我会记得讲吼。阮阿公伊一台旧脚踏车，我细汉的时阵嘛，阁看伊插伫咧电啊骹。这原来有歌哦，地震的作词作曲有一条足趣味的歌，咱甲当作囡仔歌来听嘛，共款会通。这条歌叫做《一台脚踏车》。歌词讲一台脚踏车放伫电啊骹，迄是阮爸爸少年时的骹。这台脚踏车是阮爸爸的名，日时骑伊去拍拼，暗时啊去拍阮妈妈。六黄昏时拄食饭饱，阿爸会牵着车，载阮规家去溪边看彩霞。拄着爬骑下死命搭，拄着落骑惊。这台脚踏车虽然已经无人骑，悠然放伫电啊骹，放伫阮心肝。虽然讲这条歌发表无几年，不过这正伫咧讲过去的历史。你甲想讲，迄是阮爸爸少年时的骹。这正就反映讲50-60年前台湾的社会，骑脚踏车规家人拢再做伙迄种的情形。啊，时势咧变迁，咱知影讲，即马社会流传都市拢迄个公用的脚踏车 U-Bike。时代已经行到这，脚踏车共款咧陪伴台湾人的生活。啊，讲到脚踏车，咱就想到遮好听的台湾歌。过去的歌坛，原来有一个出名的歌星，伊拢甲脚踏车形象拢连做伙。对啦，就是人称呼做铁马雨伞第日青。无论讲去到倒位做秀，若骑脚踏车骑会到的，咱第日青老阿伯拢骑脚踏车去呢。咱讲到伊的生命曲，当然第一就是落大雨迄日。啊，毋过国情今日要搁讲，另外一条嘛是咧鼓励人，着爱认真出外去拍拼的歌词，这嘛邓丽青出名的作品。这条叫做《请你信赖我》，内底歌词讲希望你来相信男性的心情。虽然是踮在他乡艰辛找坚定，我也犹原每日思念故乡的情景，毋敢来放袂记着幸福的家庭。思无你在今夜。梦中来相见，虽然是安慰着我一时的虚伪，你是我的只有一个可爱的伴侣。毋想你到底是要叫我想啥物？讲这条歌，我怀念骑铁的名歌星邓丽青，我也想到讲我一摆访问足出名。较后辈这作词作曲家陈鸿老师，命运的记答就是伊作曲的，也可以等的天星破天界嘛是伊作曲的，光辉的落山风嘛是伊作曲的。我讲老师，你写遮侪出名的歌，家己有较得意的代表作哦。陈鸿老师头壳害咧甲我讲，我家的作品无，毋过老辈叶俊麟老师作词一条，请你信赖我，内底2句歌词我足介意，正就是这2句，毋想你到底是要叫我想啥物？
咱听足平常的字句，毋过真正会讲对咱的心肝窟啊入去。你讲看有影无？过来关心咱的气象的变化。今年热天气温一直升悬，连带影响南台湾的垦丁小琉球遮，水面的气温拢降起来到31度。但海底的漩涡已经开始咧翻白，一寡学者甲保育团体嘛烦恼讲，若阁继续烧热落去，较袂挡得热的一寡漩涡种反白化会愈严重，甚至惊会大连死亡。水底下这一丛一丛白化的漩涡，是因为高温造成共生藻离开漩涡。若是温度有降落，共生藻就会恢复回来。但若是天气一直热落去，白化的状况若是继续落去，就会造成漩涡死亡。最近海水的温度大概都高于摄氏28度，因为山土最适合生长的温度大概介于20到28度中间。你如果说温度太低或者是太高的话，珊瑚就会有白化的现象。今年热天的连续高温，互垦丁甲小琉球附近的海水的温度升悬。景观处甲海生馆最近调查发现，这两处的漩涡拢有白化的现象。中研院研究员嘛发现，东沙岛有部分的漩涡同款有白化的状况，互学者非常的烦恼。最怕的是说，这个南风呢不强，就是天气非常好，然后热水就没有办法消散的话呢，这个对于珊瑚白化就很影响。所以小琉球南边有没有跟垦丁的南边有没有内降来的山林呢是最危险。极端气候造成的生态问题，真歹用人工的方式去改善。学者嘛呼吁，也是爱对基本做起。若是每一个人拢会当伫生活中尽量减少碳排放量，嘛会当减轻地球生态的负担。记者陈焕武、柯正俊高雄报道。海公园来讲山，去年行政院宣布开放山南的新政策，计划要整6亿的经费出来整顿现有21间登山客去照休的山内休息站，就是人咧讲的山屋。另外要搁新起12间，当然有人讲好，一定有人讲歹。开放大众化入山游赏光景，敢会颠倒地区一寡山区开发过头？咱来看公视台语台新闻专题，同齐来探讨细分明。山气候变化真紧，落大雨的时阵，行到山厝啊，是山友上欢喜的代志。山厝啊内底规个拢是山友的装备，等下要拍好单。开放山林的政策拍开台湾山的大门，提升硬体设施，要互山友登山更较安全便利。来强化这个相关的这个安全的配套措施，比如讲咱的避难小屋、登山屋要增设步道指标其实通讯。全台总共39座山厝当中，21座要重新规划，经费总共5亿1千万，按算伫咧民国113年进行完成。毋但要甲现有的山厝规划了更较舒适，另外佫规划伫咧基内东林等所在要新起12座山厝。内政部营建署表示，因选地点是因为紧急救难的需求，也是原本的山厝算长无法度使用，或者是伫咧原本的山厝边仔起新的。山厝是山友伫山顶的厝，伊的角色哪来哪重要？这是因为伊对原本挡风避雨、临时避难的所在，即马变作是提供大眠、食食、储存，甚至是山林教育的据点。像我后壁这间嘉明湖山屋，其实伊原本叫做避难山屋。这些山屋一开始的功能是避难，可是后来呢，你会发觉大家并不是把它当成个避难的地方，大家是把避难山屋变成一个像是一个稀有资源的存在。大家周末连假想要上山去，就要开始抢这些稀有的铺位。正热心来研究山甲政策的城市三人应用国外经验，伊讲山厝有观光形态的服务体系，台湾真受欢迎的登山路线，亲像是玉山的白云山厝嘉明湖沿线、雪山沿线等等，会当服务关山的观光客，互民众简单会当亲近山林。若其他难度较悬的路段，伫咧保障避难的需求之下，应该尽量保留原本抛远的状态，互人行入山林，毋是甲山林变做都市。我们做什么都目前看起来像做半套，可是我们至少可以找一个适合台湾的方案。你不要说我们既没有服务，要服务没有服务，要荒野，然后荒野到处都是大便，到处都是小白花。台湾的关山要起山厝进前捌引起和保育的鱼类抢地的争议。
电刷经验要挖30档的高度专家5元号分析，大量来设山厝啊，恐惊会造成队伍应变能力不足的效果。我就讲，迄政府是戆人啊！你投的钱哦，也袂得到人的感谢。一个南二段规个一四家拢总山厝啊，你有山厝了，无人要排迄个天道，无人排天道的时候，你也有人破病，也有人失踪，啊，讲天气足歹的，你行要到山厝啊，大家落雨咧咧。中央指示起新的山厝啊，互登山的活动搁较便利。毋过，避难型的山厝啊，嘛变做是吸引真侪登山人口的免费断眠地点，因为污染可能会超过生态的承载量。后续山系的管理机关要安怎管，阁是一个大问题。记者由进张玉水林昆明台北台东报道。环保确实是真要紧，打到关心环境的团体出来主张讲，中央政府的前瞻建设预算第一阶段拢无去按算到，会当应付气候变迁的能源基础工程。因也要求第二阶段4年4200亿的经费预算，就要考虑一目。尤其就要针对各县市地方无同款的性质，去设计出无相像省电的办法。热天非常热，行政院长苏贞昌宣布，要予中小学2年以后班班有冷气。不过，主妇联盟指出，校园降温不应该定有是不是要装冷气的讨论，推动绿能加装厝顶的太阳能板，会当帮助降温。校园应该纳入地方政府的能源治理项目。相较于高雄校舍的施作比例大概是60%，双北的装设比例大概就只有4%，甚至不到。可是其实北部的都会区的电力一样是需要自产。政府2015年开始推动地方节电，绿色公民行动联盟检视台电2015年到2019年间全国自商部门的总售电量，发现这5年间用电优原成长，不过节电率有进步，全国平均节电率是3.68%，比过去成长，但优原明显当看到用电大户用电量在增加。大概增加了1.73%，好，所以我们会认为说，800 kW 以上你是用电比较多的用户，在服务业里面，那你应该要负起更多的这个节电的责任哈。政府为2018年开始推出3年期全市节电计划，嘛投入73亿的经费。款团肯定计划初步是看到效果，但嘛认为政策应该延续，所以呼吁政府离前瞻计划第2阶段编4年4200亿的预算，应该纳入地方能源的治理工作，袂当让节能的工作半途离废。记者林单昌回台北报道。咱来讲通讯软体赖顶头有一个叫做台语小帮手的口罩，咱若加入去内底，问起各项台语方面发音的问题，都会自动甲咱找资料回答。原来这就是一个电脑工程师王昭同为着要教家己查某囝台湾话，特别设计出来，还佫真好意，开放予所有民众做伙来运用。有时起跟，有时归跟，狗也会跋落厝骹。甲册本掀开，甲囡仔做伙读，但是一开始接触到台语课本，会晓讲台语的王昭同，却是看无课本内容。阮祖囝伊放暑假的时阵，伊摕伊的台语的课本转来嘛，我就陪伊伫遐掀，掀的时阵发现讲，话术你真正毋知影台语要安怎讲，所以就算看伊安尼写，你嘛念袂出来。所以我就想讲，安尼我就去网络啊查。网络找资料，发现爱台语的网站，加上囡仔听机器人的声，学习较趣味。所以有工程师背景的王昭同，利用网站开放授权的资源，开发出台语小帮手，嘛分享给有需要的家长。我伫咧检查囡仔的功课的时阵，因为有时阵同学之间嘛无一定知影。家己伫咧厝的时阵，用手机就是上网查或者是 App 的时候，这样就比较快可以得到答案这样子。那像他这个台语小帮手，就是已经把资源都整合起来了，对，那查询上也比较方便。虽然网络顶有侪甲台语有关系教学网站，但王昭同将各种资源整合，使用起来更较方便。既然我有感觉我家己有这个需要，我就做一届甲迄资料拢整理好，互上简单的使用方式安尼，大家家长就有需要的人，伊就免讲我搁去对查，我搁先知影讲，迄个网站伫对，我搁记讲迄网站免怎使用安尼。
王昭东除了开发台语小帮手，嘛有其他可别的工具。但是伊讲，开发这寡工具的目的，并不是要要求小朋友的成绩，是希望囡仔伫学习过程有乐趣，用家己的专长陪囡仔大汉。记者杨淑晴、林坤明、张玉水采访报道。再来看三个屏东高中1年的学生，黑心正收集屏东市万年溪的旧相片、卫星地图，甚至是种种相关的资料，就是要整理出这条万年溪的历史，写做一个网站。当下摕到第6届全国高中节 Story Map 校园故事地图比赛的冠军。点开这个号做“bin明之河，延续万年新希望”的网页，屏东市万年溪1904年的景象就近在眼前。毋但有旧相片，就连卫星分图、水彩图和历史影像，侪项所在拢夹伫咧这个网站。设计者是屏东高中这1年的学生。找了很多，还有自己拍的，还有跟一些政府机关拿的图，还有这个也是我自己画的啊。这个图是我要呈现它当时两岸的发展。这个河道在2个不同的年代会有一点落差，比如说日治时期的一些经济上的考量，所以改道。为着展现万年溪的演变，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3个学生对收集图像、文献、旧相片、到拍影片访问居民，设计网页拢做伙合作，整理出万年溪的历史，也呈现现此时万年溪去防污染的情形。希望大家可以更了解这个万年溪的重要，不要就是只是把它当排放的水，然后就是可以跟它更多的互动。整个万年溪的发展跟严格做一个很彻底的阐述，我觉得对于了解我们自己家乡屏东市有很大的帮助。宋正宪、陈良武和颜传义费心神找找故乡河川的故事。即阵这个网站也伫咧第6届全国高中节 Story Map 校园故事地图的竞赛，受到济人注目，得到冠军。成功甲无共世代、无共面貌的万年溪记录起来，正做是线顶的活历史。记者综合报道。若讲到台南官店，就会想到菱角，毋过过仔年实在也是遮在庄的特产。当官店各校的老师就教学生家己来种改良的过仔年，体会种植过程中间的辛苦甲甘甜。黄色的过仔年，甲市面上看到的色水无啥共，因为这毋是要摕来食，是要用来药整的。说小黄瓜其实我们吃的都是绿色的啊，在种的，因为我们要取籽啊，所以我们会等待它比较成熟的那个时间点，我们再去把它取下来、摘下来，再去取里面的种子。瓜田国小的师生伫石龙老师的看教之下，进行新品种过仔年的药整，为开始种、授粉、收成，拢是家己来。参与过程的学生，只要有时间，就会去温室看家己种的过仔年。种在温室里面，然后因为有时候杂草太多，我们会去帮忙把它的草拔掉。这位小朋友真拍拼。因去找民国72年伫咱官田地区咱种的小黄瓜来做母猪。为着这边的药整，学校甲学生嘛做袂少功课，看到辛苦的种作有好收成，嘛互学生真有成就感。很开心，因为有新的小黄瓜出现了，而且它的抵御能力非常好。瓜田国小的校长表示，瓜田有袂少人做田，校园有农地甲温室的设备，拄好互学生会当甲家庭经验结合。伫种的过程，学生若拄到问题，嘛会家己解决，以自然科学的方式来探讨，是非常有教育的意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一个本地伫咧南部经销海产的农民，6冬前伊换来到南投水里遮学种乌毛呢，一路辛苦总也研究出无处农药，也通种较大蕊佮水的好撇布。农场内乌毛呢，每一蕊拢生甲大个水，但其实农场主人侯明宏是外行的，伊用6年的时间研究，才可以慢慢理解种的美感是啥物。都很会奇怪，你从城市来，你怎么会挑在山上？因为我们木耳它在生长过程，它需氧量是最大的。需氧量。对，所以木耳它有人去做水莲式，还是半环控的，就是它出来的木耳的籽就是不好。没有办法说像我们天然条件说比较有早午温差比较凉爽的地方，它吃起来就是很脆。
有好的环境，牧乳自然就会生了好。郝明宏毋若知影牧乳介意什么款的生存环境，嘛坚持有机栽种，生产出来牧乳会当食，嘛会使啉。所以我们当初找到这间农场呢，它是友善栽培的，而且呢有经过认证。除了呢可以喝到我们那个胶质的口感以外呢，也强调健康、安全、卫生。那新义乡农会呢会持续陆续的跟在地的青农呢来合作开发一些新产品。郝明宏除了会向前行销，嘛有一套办法，除了家己卖白饲啊，嘛拍入批发市场，多方面的销售增加收入。虽然拄开始种嘛捌失败了袂少钱，毋过嘛因为无放弃的精神，和郝明宏伫种牧乳的路有真好的成就。记者采访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啥款？咱来看各地头详细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32度到36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31度到36度；台南、高雄、屏东32度到36度；宜兰、花莲、台东31度到35度；金马、澎湖31度到36度。感谢你收看下晡新闻，明仔载咱再会，多谢。大家讲一句台语有意思。大家一句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焦挂先。即马外口的天气比消暑搁较热，咱今仔日要讲的词就是一年当中上热的一天——大暑。大暑汉字写作大暑，罗马字写作德哀大，暑勿暑。大第7条，暑第2条。大暑就是夏至了后上热的三伏天内底，中伏的前后，差不多是新历的7月22到24这几天。这时天气热，气候湿无风，日时烘甲烧滚滚，暗时翕甲困袂去。因为天气热，人会懒懒闲闲，无想要振动。不过，大家千万唔通嫌这时热哦。古早人讲，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也是讲大暑若热无透，修行就会无够。就是讲即阵爱热的时阵无热，未来的天气变化就会较大，凡说有天灾影响修行。大暑的前后，就是个菜色有笋啊，甲蚵仔。人讲7笋8蚵，就是咧讲7月的笋啊，8月的蚵仔，这两种钓时的菜。新的我上爱食的就是冰的凉笋，爱记住，买笋啊爱跟笋尖是黄的迄款，那笋尖开始翻青翻绿，迄种笋啊就会苦，唔通食。另外一味嘛是新的我真爱食的。就是趁蚵仔大出的时，甲排骨做伙翕甲软的排骨蚵仔。人讲大暑食旺来，大暑的旺来袂酸较甜，爱食旺来的人就爱趁金嘛哦。来啾啾啊啾啾啾，互你要食这个哦啾啾啾啾。大暑前后嘛是台湾传统音乐戏剧界的重要神明，颠倒元帅甲西晋元帅的生日。无论是歌戏、布袋戏的戏班，也是演奏南管、北管的乐队，拢是服侍这两位神明。六大暑三伏天，
大暑若热无透，大水风台连面到。七笋八乌，大暑食旺来。伫即个时节，大家爱记哩不时啉寡茶，安尼才袂着沙。今仔日的大讲一句就讲到这，多谢观众朋友的收看，咱后摆再会。